蘇文峰咧即將會喺2026年嘅暑期咧舉辦一個風水班，呢個課程咧會分4日進行嘅，每日嘅下午2點到7點半，中間咧就有半個小時嘅休息，總課程時數咧就係20個小時。呢個課程嘅收費咧係5萬蚊一位，如果除翻開每小時嘅收費咧就係2500蚊。我喺網上面咧揾到另一個風水班，佢嘅課程咧有24小時，學費咧係3350蚊，即係話平均一個鐘頭咧係140蚊。兩個風水班嘅價錢相差18倍，你認為係因為咩原因呢？會唔會係因為蘇文峰嘅風水學問比起另一位風水師高出18倍呢？我相信呢個機會唔好大啦。佢哋兩個之間嘅價格可以有咁大嘅差異，好大程度係因為蘇文峰比較出名。呢18倍嘅差價裏邊，絕大部分都係俾咗錢蘇文峰呢3個字。咁究竟佢係點樣做到嘅呢？而如果你都係從事風水玄學嘅業務，又有冇方法可以做到好似佢咁呢？今集節目就同大家一齊探討一下。呢個 channel 會免費分享各種銷售技巧同思維，令銷售成為快樂嘅工作。如果你都想成為一個又開心又賺到錢嘅 sales 咧，可以參考我哋影片資訊欄中嘅課程嘅。Hello， 大家好，我係 Tony。蘇文峰一定係其中一位香港最具知名度嘅玄學家。咁佢點解有咁高嘅知名度呢？主要原因咧有幾方面嘅。第一，佢有一個非常之鮮明突出嘅形象，一個 M 字額而又長頭髮嘅風水師，視覺上好容易令人留下印象。第二，佢講嘢本身好有吸引力同埋娛樂性。而第三點，亦都係最重要嘅一點，就係佢呢啲形象同埋娛樂性咧，係需要透過傳播媒介去令人認識嘅。喺傳統媒體嘅年代，蘇文峰喺各大電視台、電台、報章雜誌都有好高嘅曝光率。呢啲媒體曝光咧，一般唔會為你直接帶嚟好多金錢嘅回報嘅，但係佢可以為你帶嚟更加多比錢更加重要嘅回報，就係知名度同埋影響力。蘇文峰今時今日可以舉辦一個風水課程，收費貴另一個風水師18倍，原因一定唔係因為佢嘅風水學問造詣比起另一位風水師高出18倍，但係佢嘅知名度比起另一位風水師肯定高出至少100倍。而知名度又點解可以令我哋嘅定價提高呢？第一，對於消費者嚟講，高知名度等於比較可靠。蘇文峰喺大眾傳播媒介講咗風水玄學咁多年，感覺上你會覺得佢係比較專業、比較有料嘅。另外，如果蘇文峰今日收咗你錢，但係半年後先開始上堂，其實你都唔會太擔心，因為你覺得一個咁有頭有面嘅人唔會捲款潛逃，知名度高俾消費者嘅價值係安全感，係低風險。另一方面，知名度亦都可以帶俾消費者社交價值。你同人講你去上咗蘇文峰嘅堂，你會成為話題嘅中心。你喺課堂上面同蘇文峰影張相，放上 Facebook， 放上 IG， 可以吸引好多流量。甚至乎嗰啲學生如果將來自己都做風水師，佢可以同客戶講佢跟過蘇文峰學嘢，借蘇文峰嘅知名度去提升自己嘅價值。呢啲都係蘇文峰可以收得貴過其他人嘅理由。而如果今日嘅你都係一位風水師，你又可以點樣透過提升自己嘅知名度，令自己可以收得貴啲，同時間又多啲客呢？其實原理同蘇文峰嘅都一樣，你需要多啲曝光，但係同蘇文峰唔同嘅係呢，而家任何一個素人佢嘅曝光機會都比以前多。以前你需要等待電視台、電台、報章雜誌去俾機會你曝光，而家呢，每個人都可以喺自媒體上面主動曝光自己。而如果你係一個玄學風水師，喺你嘅自媒體經營上，我會建議你哋多啲做2項內容。第一種係流量內容，基本上係任何風水師都識講嘅內容，但係永遠都有觀眾㗎噃。例如年頭年尾講生肖運程，又或者社會上面當出現咗一啲具話題性事件嘅時候呢，你就用風水角度去發表你嘅意見。例如某某明星結婚啦，你就用佢嘅時辰八字或者面相嘅角度去分析。做呢種內容最大嘅優勢係呢，你係唔需要自己諗主題。社會上每一日都俾緊主題你，而且流量唔會太差，而你就要具備敏銳嘅觸覺，去借呢啲話題事件去借題發揮。不過呢啲流量內容雖然會令更加多人認識你，但係對你嚟講咧，變現能力係唔高嘅，因為既然係人都識講，即係話替代性好高啦，你就顯示唔出你嘅獨特價值啦，所以你就需要有另一種內容啦，就係變現內容。變現內容就係針對一啲特定人群去製作嘅。因為風水玄學係可以套用喺好多方面，喺你知名度未夠高嘅時候呢，如果你純粹睇個流年、睇個八字，你嘅議價能力係唔會好高嘅。所以取而代之呢，你要做得夠專。例如你可以做一啲內容，講婦女不能懷孕，喺玄學角度可以點樣解釋呢？又可以點樣處理呢？呢啲內容唔會為你帶嚟好高流量，因為話題有局限性。但係佢為你吸引到嘅人呢，好大機會都係面對緊呢一個問題。
風水師有好多，但係專門幫人生 BB 嘅風水師咧，就可能好少啩。喺客戶選擇少嘅情況之下咧，你就有議價能力啦。喺你知名度未夠高嘅情況之下，呢啲就係你賺錢嘅方法。當然，你知名度足夠高之後，你做翻一般嘅嘢都可以收到天價，呢個就係你最理想嘅狀況啦。而最後咧，就要同大家講一個好殘酷嘅事實，就係方法其實好簡單嘅啫，真正困難嘅係執行啊。建立知名度唔係一時三刻嘅事，蘇文峰嘅知名度亦都係長年累月咁去累積嘅。絕大部分人經營自媒體失敗嘅原因，唔係佢哋唔識得做，而係佢哋承受唔到長年累月枯燥乏味嘅內容生產工作。就好似一個運動員咁樣，大家表面見到嘅就係佢比賽嘅球技，或者係佢攞獎嘅榮譽，但係就睇唔到佢訓練時嘅艱苦。做自媒體都一樣嘅啫，你可能會見到一個人因為一條片或者一篇文章而爆紅，但係你冇見到佢爆紅之前每一篇文每一條片都有得幾百幾千流量嘅試錯過程。人嘅所有風光都係由無數嘅枯燥乏味去換取嘅，所以事情本身唔難做嘅，真正困難嘅係如何克服我哋自己嘅人性同埋內心嘅恐懼。如果你認為呢集節目對你有幫助嘅話，就分享出去俾多啲人睇啦。我哋下次再見。